我们今天做一个酸辣汤，用到的材料是西红柿、牛肉馅、海带、豆腐皮、黄花菜、木耳、香菇、鸡蛋和淀粉。佐料是姜、蒜、葱、白胡椒粉、白醋、香油、生抽、盐和橄榄油。好，现在要把菜切碎。要把西红柿切碎。再是香菇丝、木耳丝和豆腐皮儿也要切成丝。好，先放油，再放姜，然后把肉末放入锅中炒一下。然后放入番茄，好，番茄熟以后开始添水。A few minutes later. 好，水烧开以后放入木耳丝、黄花菜、海带丝、香菇丝、和豆腐皮儿。水开以后放入淀粉，然后倒入鸡蛋，水开以后放入葱花和蒜泥儿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关火。现在开始调味儿，可以放入盐、生抽、醋、胡椒粉，最后放入香油。
好，搅拌均匀。